伊就去楼顶，内面就是单，伊有去拄着因老爸，伊有去拄着因老爸，因老爸是地府，爱甲因老爸讲，啊你来我去出事，伊讲我袂使去出事，因为我即摆伫遮吼，你有收会庇佑我，我若去出事嘛，可能叫别人吼，我常常拢去了了，我等你为空，等你协商，证明我对你倒来就好，这个因老爸真正事实。搁有另外一个，某一个高层的公司，伊是太艺术的，太艺术就是发到变成协助，但是做囡仔的时阵，甲同学出去交流，甲偷食鸡嘛，所以有一天伊做兵的时阵，转来因兜做兵放假转来厝里，像规个人灵魂就掠去。啊，人就讲，以前较看人讲中风，但是佫无成，就讲要大催眠，但是意志无会在，因无啥讲话，纯做手的家己，所以就手家己讲不会催眠。因为我这意志就全体，伊是灵魂掠去缀伫地府，地府咧用人啊甲关咧，爱姐啊就变讲你年初过红，安尼算吼，爱讲伊地府吼，红关咧，啊伊就是。地府了看着足济，准备要出事的，是啊，但条件较好，因地府条件好，伊才经要去出事做，讲准备要出事是修道家庭。如果我出事是修道家庭，我就后摆修道机会较大。啊，无我出事就好个，唔係我想要出事好个家庭，好个家庭面子更较大呢，这是安尼尔。所以你今日咱来出事啊，咱有来希望。啊！你今日人无做，你要提高，要证明你老母你吗？两手空空，你无做看啊？咱若有做，咱等于，咱的功德对咱等于，这些是最重要的所在。所以讲，重要咱给他放下，爱承担，但是放下不是放弃，放下不是放弃。哦，很多人放下跟放弃分不清。就是放下就拢放弃，所以这是重要。所以就是讲呢，一般道的真正时常讲的，这个七经，七经内底的祖师就是王丈阳祖师。王丈阳祖师呢，是阮顶5月会将门主班，你们从这条根本出10块的问题，拢爱去做发挥，哦。他主修的2个月，改到今年10个月爱改。哦，前两年3年来拢10个月上课一改，啊，顶5月就是王丈阳祖师来领导，王丈阳祖师来，就会咱讲的就是讲，伊出七经，但重点就是七经就是互阮达到清讲有7种的无共的修道的方法，哦，因为七经内底这个经营。因所使用的方法拢无共款，所以成果嘛拢无共。哦，重点就是放下。但咱在讲的这个就是咱的王丈阳祖师，因为爱家己讲伊家己，哦，当然这是讲讲的这是总体对内底了解。因为伊呢，其实嘛是较足机会才开始修道，因为是一个艺人、无极人，对王丈阳祖师是无极人。伊一个无极人，但是开始接受着这个道，怎样较多的？王丈阳祖师啥人较多诶？按经理在增加，是先做较多诶。所以做以后，伊放弃家庭，家己诶查某囝嫁入姻亲诶兜。所以讲，你若修行，你就要修到，迄个时40几岁，啊40、50岁，甲家己诶囡仔交代互亲情传，吼。所以人家讲一句啥？他家人口何以养大？交代，吼。所以像讲哦，伊讲家人便是烧生火，干了泥团就变成啦。是讲家人对伊来讲，奈何啊装修，一家口有装修，所以我真正讲阮的白人妇女，就是希望能拿我装修，就是要做一个道化的家庭，做一个修道家庭，不是干咱两个要只要分开，不是干只要不爱而已，不爱而爱不根本，尤其是结婚了后，家庭的生活。迄个爱的感觉就拢无了了，甚至有诶，为什么咱时代问题愈大？因为爱
去拄着外口新的不较矮，有诶来都叫袂记，所以这重点是啊。所以讲伊讲修妻别子断恩爱啦，吼，往昔千情总修坏，吼，伊重点是讲伊规个去，吼，袂使去啊，所以才去纵然单身，啊，就到伊去到山东去做七天的时阵，已经56岁，而且伊家知影讲伊家己的命，才到58岁，所以看伊要哪找传人，所以找传人就去找七天嘛。所以七天的第一，伊找到啥？找到马丹娘大仙。这个马丹娘大仙呢，是阮去年的我的年度来。马丹娘大仙是啥物所谓？叫做普化真经，伊来时就报讲伊普化真经，普化真君，所以因为阮去年就是阮这边买地，阮就是支持要买地，因为阮最近是大家的地区买地140几卡的土地。所以就要买地，就要贴，只要首先大家提前来借土地，提出去底下来借土地，土地去买地，所以连先因为马丹娘大仙另外来讲，伊嘛算连续的嘛，种的大金来着，因为当时嘛是拢布置大事的大事的迄落啦。咱乌龙人当初就是伊闭关18天，出来拢讲即个分离师，用分离师来感化大家。分离师就是讲用一个意思讲用来做一个音响讲安那来分好众人，会当安那感人的迄落安尼。所以到尾啊，2年了后，咱这个马丹娘大仙，伊放弃伊的家庭，了去过7日的生活，闭一个晚会公然放掉伊的家庭，去做7日，为虾米？这就是啥？所以人家讲，你到底是要骗人谁啊？要骗天地？你重的是重你即摆明天呢，要真济人，像我讲就是咧，因为阮是代表，其实咱即摆道场，有一个道场咧，政治人物啊较少，只要每次有大选，总会有人要来拜访，所以阮是需要，因为拄过这个拜人大人就来，来，当地官员、政府官嘛来。北部官我是同路的人，我有来这里做包走保卫，拢讲有做安尼但是伊讲话你著必须听伊讲咱讲无啥对话。阮是新年升华班，伊讲新年提升班，这哪伊讲话拢咧是讲唔对嘢，表示讲伊就要来票，伊拢来讲到我咱足新的安尼。所以天人节的，他要在转天节容易吗？不容易。咱良心讲。目前咱即马哪几个？我来讲几个咧？就阮领导去讲嘛，咧我讲讲一个，阮有一个工司，伊准备来个民意代表做副，做一个工司，嘛包括这通话班，论斤是叫咧做点物事，但是后来做议员，阮领导讲啊，只要是政治人士，绝对无可能来做担任政治。伊讲对后来做是落看海，结果伊本来是无当无法。是道场大家嘛足客观的，因为道场内底有人拿有人理结果咧，伊只大众在稳定较头，蓝色已经是无人，伊无当无派，佫转去叫表示有企业，就甲伊征召，就来问阮领导，阮领导讲我来徛伫桌角度，我是甲你建议卖啦，但是咧，伊徛伫个人的利益咧，伊嘛是甲行落去，安尼，所以。我领导讲打在我手里，绝对是对的，不能就是不行。这样吧，我们感觉他很忠贞，但是他的第一思想是道还是他个人？还是个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道排第一，还是其他排第一？有的人把事业排第一，家庭排第一，孩子排第一，各种第一，道都跑到后面去了，这是什么？这个前面包括很智慧民代表刚刚讲哇严重按也算安尼咱就讲只要你要来起个做迄个拢会讲啦，这就是关键的点。所以你到底要偏人谁，还是要偏天谁？对吧？你的越新的人谁，那天谁只不过是你的装饰，它不会是它的真实体。
这是重要的所在，这是咱重点的所在。再来好，不放下能留下什么？老，不放下能留下老。在网络最近赖里面一个很残忍的小笑话，有一个护士遇到一个70的病人，有5年机房，什么都没有，没有钱，妻子也跑了，什么都没了，喝酒还有病。哎，你看，说太残忍了，你看啊，我也得说太残忍了，刚才是这个故意讲的笑话，所以啊，你能留下病者，最好是老还是老？啊老啊，你讲人老的无病的有几个？咱有时我唔敢讲本事啦，咱多数渐渐老来，病就开始了，体能退嘛。对不？这是上重要所在啊！但是，咱今日修老这本书，咱介绍的时阵，咱义和介绍的时阵，讲到大家聚会嘛是拖一点。其实咱都是道场的结会拢是安尼，早前阮的庙子大帝，伊要追空的钱，伊就无听，地论去上讲台。啊！娘娘，你等等别讲，就是要讲，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嘛，你能做啥就要做啥。所以像阮做的内底嘛，袂老婆跟麻木已经身体嘛足歹，啊，拢坐住你，但是做什么政策拢伊来办。大家嘛把这个机会留落，所以本本若是唔少有要办活动，要兴趣，各个伊去办，嘛是麻木，啊，拢坐住你哦。这个让解如力让你们开始明了完呢，看最少留下一个典范，转移达这样的做法来。那这个是啊，这种有关联的，所以你的家人会不会这样？就重要。后来讲到一般的人对亲情、母亲的感情跟父亲的感情，对母亲都特别强烈。那什么是至孝？就比如中国大陆，这个叫西安的圣母人生讲说，阿伯的公这边道德讲堂。伊嘛拢讲孝道，啊，大陆咧讲孝道，伊嘛讲小孝、中孝、大孝、至孝，但是讲到至孝拢无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至孝。因过去各位人有人脑都记好，其他有机会人要有记好的机会呢，你哪样做会到的？你先天都用年龄有谁？啊，无做要你，对无？所以你有机会咱来做啊。人老我把你将来又啊，挺过来又这个，嘿，啊休息，然后咱们直接下台来，大众集体，大众集体了。还是个情况，我的消息是无是你的啦，直接来。感谢莲慈悲，前道公。坤道之功，我们休息10分钟。10分钟，11点就做。那后面呢有水果，我们厨房有帮我们准备水果。